大家好，我叫石家豪，我係譚老師嘅 AI 助手啊。上次李老師喺數學科好書同分享節目裏面，介紹咗大家去睇營養素大家族電子圖書，為大家介紹咗均衡飲食同埋食物營養標籤嘅概念。而喺電腦科好書同分享節目裏面，江老師又鼓勵大家去瀏覽曲網頁。同學仔不妨可以喺網頁上面揾一啲對身體有益嘅食譜，同家長一齊去煮一煮，咁樣都相當唔錯喎。為咗鼓勵大家去實踐老師嘅推介，譚老師舉辦咗一個活動，究竟係乜嘢活動呢？不如請譚老師介紹下啦。唔該晒石家豪，為咗鼓勵同學仔注重飲食健康啦，圖書館即將會舉辦均衡飲食我做得到漫畫設計比賽。喺今個星期裏邊你哋嘅班主任會派發一份活動紙俾同學仔喎。同學仔首先要回答有關今次節目嘅一啲問題，好簡單嘅啫。咁然後同學仔就要以均衡飲食我做得到為主題去畫一幅4格漫畫喎。咁同學仔可以親手畫啦，亦都可以用 AI 去幫你設計嘅。咁記得要喺6月12日或之前交活動紙喎。凡係能夠交活動紙嘅同學仔都可以獲得一粒我做得好嘅藍鑽石。表現最理想嘅30位同學仔就可以獲得一份小禮物嘅。咁同學仔記得踴躍參與啦。咁跟住落嚟我哋就會跟進下之前我哋舉辦嘅活動啦。咁喺較早前我哋舉辦咗同伴書中人嘅活動，得獎嘅同學仔就可以獲得石家寶嘅貼紙1張喎。咁我哋一齊睇下1至3年級得獎嘅名單啦。接落嚟睇下4至6年級得獎嘅名單喎。除此之外我哋喺4月份亦都舉辦咗全民閱讀日考考你嘅活動㗎喎。得獎嘅同學仔就可以獲得一份小禮物嘅。咁我哋又睇下1至3年級得獎嘅名單，再睇下4至6年級得獎嘅名單喎。恭喜晒以上嘅同學，你哋嘅獎品將會陸續派發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圖書組會嘅時間今日又差唔多啦，拜拜。